歡迎返嚟最佳拍檔自學天地，我哋繼續講 Cybercode Metastock 即時數據應用。今集講點樣下載同埋設定即時資料目錄。咁乜鬼啊？個及設定喺括弧裏邊嘅？提大家啫，設定係1年做一次嘅，下載你就要非常熟手啦，因為經常會做嘅。上得呢堂，我哋假設你已經安裝咗 Metastock Realtime Antenna 同埋完成咗 Metastock Realtime 選項配置。如果有唔清楚，請睇返相關課程啊。首先介紹乜嘢係最佳拍檔即時資料目錄啊。佢係最佳拍檔製作嘅全年即時期貨數據包，名稱係 HK 加上4位年份代碼，例如 HK2009，裏邊有齊全年12個月嘅1分鐘、60分鐘同埋剔圖數據。如果你係第一次下載新一年嘅最佳拍檔即時數據目錄，記得要去 Metastock 做返 config server， 我哋會喺下邊介紹嘅。由於下載同埋解壓最佳拍檔即時資料目錄，我哋就會有齊全年滾存至今各個月嘅即時期貨數據，所以我哋轉年份要下載佢，放完長假返嚟想補充數據又要下載佢，轉月份想要60分鐘連續數據更加要下載佢。重裝電腦都唔使驚，冇晒啲數據啊，下載佢啦。咁方便，我哋梗要學下點樣下載啦。喺 Internet Explorer 地址欄 click 一 click， 輸入 www.bp-system.com/discuz， 撳 Enter 就會入咗去最佳拍檔嘅討論區。我哋假設大家已經係會員同埋已經係登入咗呢個討論區，我哋向下捲動，揾到下載區呢個板塊，我哋 click 入去，入到下載區向下捲動，就會見到 Metastock Realtime EOD Data 及 Layout 版面呢個貼，前邊有呢個貼嘅最後更新日期，中間 HK2009 就係今年即時資料目錄嘅名稱。我哋 click 一 click 呢條 link 就會打開呢個貼，向下捲動就會揾到第一行，按這裏下載 HK2009 即時資料目錄。呢個 HK2009 係會隨住年份變嘅，明年會變成 HK2010， 後年會變成 HK2011， 如此類推。我哋而家就點一點即時資料目錄，見到呢個盒仔，撳 Save 保存，保存嘅位置係 My Computer 我的電腦，點一點 C Drive double click， 下邊嘅 Metastock Data double click， 我哋喺呢度撳 Save 保存，撳 Yes 確定，冚咗佢，跟住撳 Open Folder 打開文件夾。我哋啱啱下載嘅文件係 highlight 咗嘅，我哋撳 Right Click， 揀 Extract Here 解壓至此，撳 Yes to All 全部皆是覆蓋咗佢。我哋新下載嘅資料夾係會有齊舊嘅資料加埋最近嘅更新，所以放心冚咗佢啦。窗口消息我哋就係安裝完啦。我哋點返 Internet Explorer， 大家記得每次下載完即時資料目錄之後，一定要跟手下載埋 last data.rar。 我哋點一下，見到呢個窗口撳 Save 保存。今次規定嘅目錄係 My Computer 我的電腦下邊嘅，點一下 C Drive double click， 下邊嘅 Program Files double click，
下邊嘅 antenna double click， 我哋喺呢度撳 save 保存，撳 yes 確定冚咗佢，然後撳 open folder 打開文件夾，跟住我哋 right click highlight 咗個 file， 揀 extract here 中文版解壓至此，跟住撳 yes to all 全部皆是，咁我哋就做完啦。如果你係第一次下載即時資料目錄，又或者剛剛下載新一年嘅即時資料目錄，我哋都要走去 Metastock 做一啲相關配置。我哋而家刪咗 Internet Explorer 先啦。我哋指住 Metastock Professional double click， 你會發現佢順便開埋 Aquis Data Server、Cybercode Antenna、Aquis File Server， 最後係 Metastock 自己。見到 Metastock Professional 嘅窗口，我哋就打開咗㗎啦。喺 Metastock， 我哋揾返 Tools Options Real Time 嘅選項頁，然後揀 Configure Server， 然後揾 File Updates 呢個分頁。我哋啱啱下載咗 HK2009， 咁我哋就撳 Add， 然之後睇下呢個格式 C 冒號斜洞 Metastock 空位 Data 斜洞 HK200， 我哋改返做9，然後再一個斜洞，就係咁樣嘅格式。如果明年就係2010，後年就係2011，如此類推啦。跟住我哋撳 OK， 加完之後記得撳一撳 Apply 令佢生效。好啦，我又睇到2007年冇嘢 update 啦啩，我哋可以點一點佢，然之後撳 Remove， 見到呢個窗口撳 Yes 確定。咁樣做，我哋唔係刪咗2007年嗰啲 data， 嗰啲 data 我哋仍然可以打開嚟溫習圖表，只不過我係話俾 File Server 聽，喂，唔使 update 2007嗰啲嘢啦，咁樣可以令到個 File Server 嘅負擔減輕。我哋一樣啦，撳 Apply 令佢生效，然後撳 OK 離開，跟住我哋可以撳交叉刪埋呢個 Options 嘅盒。做完。今集我哋講咗點樣下載即時資料目錄，但係仲未睇到圖表。下集我哋會講點樣打開即時圖表同埋用 antenna 接收資料，點樣正確關閉同埋重新啟動 Metastock， 仲要學喺月尾點樣轉換期貨嘅月份。我哋會逐一講解。下集見，拜拜。